21节的感动时刻，这一回我们要透过镜头带您到新竹二重埔，因为在这一块地方呢，涌泉是相当的丰沛。这涌泉不只用来灌溉，也规划成了生态园区。因为呢，当地的居民刘庆昌他就提供了1000坪的土地作为园区用地，同时刘庆昌还带头绿化环境，担任导览解说员，更是热心公益，规划了社区农园。刘庆昌带着居民动手种菜，自给自足，就希望能够找回昔日客庄的淳朴气息。来，你们来看看这里的虾多棒，水质清澈，这里就有了。有这么大只的虾子，因为河水真的很清澈，新竹竹东二重埔的水源非常丰沛，涌泉的水质相当好，所以随便一捞鱼虾就上钩。哦，这个水质很清澈，然后鱼虾也非常丰富。涌泉带来丰富的水中生态，不好好利用，真的太浪费大自然资源。所以当地的客家居民刘庆昌提供了1000坪土地，让新竹水利会开辟涌泉生态教育园区。那本来这都是我们的田，然后再提供一些土地出来做一个生态教育园区，这样，所以各大学的学生啊、小朋友都会来这边，包括附近的社会人士都会来这边做休闲运动。60几岁的刘庆昌不仅提供土地，还热心公益，整理生态环境。曾经在林务局工作的他，对生态相当熟悉，所以还能帮忙导览解说。都是涌泉水，水质很好，所以它自然长的水草有多样化，很多种，香水莲花啦、观音莲啦，然后这些水草水质好，所以它长得很好。因为这边管大大小小将近50个涌泉穴汇聚成丰沛的山泉，利用山泉灌溉，他还带动当地居民一起种菜、种花，自给自足。那我们也提供附近的社区一些来种菜，叫做社区支持型农业。那因为没有喷农药，菜也没有喷农药，所以附近社区的住户都来参与，也比较节省，也吃得安心。小王爸。不但省下不少采买蔬果的费用，他还规划了好几个小公园，带动大家动手种花草，让左邻右舍可以动起来，一起动手美化社区，还可以有地方谈天说地。担心失去早年的客庄风貌，刘庆昌从自家土地开始，积极进行绿美化。保留乡间小路，重视水土保持，维护原有的古迹水圳。刘庆昌努力让社区更美好。那时候的工法虽然是比较简陋，但是现在还保存得很完备。那涌泉的水质也很清澈。刘庆昌出钱出力，让社区美得骄傲，也让二重埔成为生态新地标。小鱼小虾悠游，花花草草如茵。潺潺的流水灌溉刘庆昌的客庄绿园，50个涌泉滋养二重埔的感动时刻。